机来搜寻，用手机语音助理 OK Google 来搜寻，按萤幕正下方圆圈 Home 键。下面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资讯。按喇叭，卖按麦克风。OK Google，OK Google， 请搜寻智慧碰撞对话未来。谈5G 了呢。优秀。